九龍東有大約11公里長嘅維港海濱，貫穿馬頭角、啟德發展區，以至我而家身處嘅觀塘一帶。隨住啟德發展區嘅水質改善措施見效，觀塘避風塘同啟德水道嘅水體質素都已經大為改善。之後，起動九龍東辦事處提出咗水體共享建議，並同海事處一齊制定咗共享觀塘避風塘指引。喺非颱風期間，共享觀塘避風塘水體，除咗用作避風塘及船隻停泊處外，仲可以進行各式各樣嘅康體活動。另外，海事處亦都將觀塘避風塘沿觀塘海濱花園嘅通航區由50米擴闊咗1倍到大約100米，從而釋放更多嘅水上活動空間。而家3個位於觀塘避風塘海濱用地嘅水上訓練中心已經逐步投入運作啦，分別係由中國香港獨木舟總會、香港水上運動議會同埋觀塘體育促進會負責營運，仲舉辦過多項本地同國際水上運動、康樂活動同訓練課程。喺舊年仲舉辦咗第15屆亞洲龍舟錦標賽添。曾會長，我知道觀塘海濱都有好多活動啦，咁你覺得喺呢一度推廣水上活動有啲咩優勢呢？有啊，呢度因為咧呢個海濱嘅地理位置咧係好適合舉辦活動，同埋咧個交通配套都相當完善㗎。喺呢度搞一啲唔同嘅活動嘅話咧，可以同後邊嘅啟德體育園咧做一個協同嘅效應。發展局將聯同各界繼續優化海濱，引入更多創新元素，令維港海濱成為人人共享嘅優質公共空間。